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欢迎收看《福气来咯》。人哋讲伫台湾生产的茶一定係有名，品质也幾好。不過有啲茶呢，大部分講嘅係果山茶。人哋綠隊尤其係美濃，其實也有生產茶哦。不過嘅茶唔係果山茶，換到山茶。到底乜嘅係山茶？佢有特別嘅又有兩版嘅故事。今日呢，我哋就特別邀請到當地生產茶、種茶有超過100多年嘅家族，其中2位嚟到我哋節目地位，好好同大家紹介哦。馬上來歡迎我哋2位來賓吧。首先呢係我哋曾蔭華阿伯爸。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來美濃，我係曾蔭華。哇，歡迎阿伯。接下來呢係我哋呢曾博勳哥阿勳哥。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來自美濃嘅阿勳。哇，歡迎2位來到我哋節目地位，大家也數是歸叫嘅好朋友啦。不過呢睇紹介我哋呢茶之前呢，想請教一下阿伯。阿爸，前面時間我有講到你那個家族睇下美濃當地種茶種嘅規矩超過100多年嘅嘛。阿爸，你喺乜嘅時間開始學習嚟種茶？你那茶園嘅味素喺睇哪？可以同大家講一下嗎？我哋茶園首先喺茶檔，美濃嘅茶檔上，早期有山茶，好，嗱你啲原來嘅人參種，就講到山茶。過以後呢？我就是6年以後，我就揾個地方，要交通過唔好，我就買一塊地嚟，相同嘅茶系列啲反出，系列嘅茶，延伸種嘅山茶。嗰個有嘅山茶喺美濃當地本身就有嘅，唔係對嗰邊西島入邊來嘅。當時冇可能係啲北部下來，啲山茶冇相同嘅。係哦，基本上都係美濃種嘅。哦，阿伯，一到時開始睇種茶，學習炒茶一條呀。所以你要為頭先做農家，要雖然你聽唔聽書啊，種農茶啦，摘茶啦，就會做啊。國家做啊事情，大家會聽書啊。所以講，人哋就會曉得啦。阿伯，你哋茶園比如頭都講嘛，雖然講。去嘅地方搬到新嘅地方，但係呢，共用都係山檔個，嗰種人去種茶啦、數茶嘅時間，全部都喺北山做冇？北山啊？係民營嗎？冇有限咗一種草啊，係冇曬咗嘅除草劑嚟嘅，不冇限啊。難怪阿伯人家看看來，有精神，係咩都明白都按嚟去北山訓練出來嘅。啊，睇個表強壯，身體就會好。你看茶看花樹。要種嗰度樹嘅，係種嘅茶跟人冇相同。因為係種嗰度樹嘅，種小蘭啦，分多種嗰度嘅，所以係種嘅茶都對人參山香嘅做法，滋養。阿權哥，頭都同阿爸爸安尼講，佢提供你哋茶園其實大家可能唔單像像一般嘅茶園，其實佢親像一啲山拿共用、森林共用吼，係唔單像茶樹，還有其他嘅樹嘅。你而家嘅山茶，爸爸講原本係美濃嗰邊當地就有嘅，佢同一般其他地方嘅茶樹差別係哪樣？因為咱哋山茶嘅喬木是種太樹安嘅，太葉種嘅，一般嘅烏龍茶嘅矮安嘅，咱哋講灌木嘅樹冇相同，品種就冇相同嘅。嗰種有個品種算幾多種品種嘛？喺美濃當地搶1-2種品種。美濃其實山茶有個變種啊，咱哋山茶就會變來變去啊，但是一般人哋嘅 DNA 都相同，就山茶嘅，伊冇名啊。安尼話阿元哥，你都卡對條擺種茶都更加相信你自家做出來嘅茶葉，幾多無共用嘅品，應該唔係講品種，幾多種無共用嘅茶，應該安尼講。乜嘅係以前你自家就有嘅，乜嘅係野參嘅個新嘅茶，可以簡單同大家先紹介一下嘛。以前像一種山茶，人哋講嘅山茶，就。以前就講白公茶啦，白公茶係，爸爸以前都講白公茶、生茶，就太浮嘅呢。以下就精緻化，奶奶就做，像奶就做黃茶，爸爸就做紅茶。安尼黃茶同有個紅茶，佢喺公司上冇共用嘛，還有那條個體配的蔬菜決定了他們是黃嘅，也係紅嘅。人哋講嘅發酵啊，有黃茶冇發酵啊呢。紅茶有，就工序嚟講嘅工序冇相同啊呢。嗰種
爸爸同专攻无香用的茶都错嘅，迄奉茶，爸爸都会奉茶。安尼，阿爸，专门做一个奉茶的部分啊，迄奉茶同其他地方的奉茶有哪条无香用，可以同大家讲一下吗？要公司做奉茶跟香茶方面哈，绿茶方面全部一定无相同，味袂掉发酵，好要茶，要长途啊，就安尼。也特别的地方就安尼，无相同啦。奉茶发酵的时间比其他的茶行还搁长，搁长，差不多2年到3年咯。2年到3年咯。啊，佢发酵的时间要注意温度啦，也係講環境的部分。我看也茶的長度就多來，也要一個大氣溫啊，高溫啊，要看啊。唔係講現在炒就好，唔係按簡單，唔係按炒水用嘅炒就好嘅，要時間。嗬，唔係摘啦，嗬，全部要配合咱做可以做呢個好茶。所以呢個好茶唔係要時間嘅啦。嗰個影響一個茶最重要嘅佢一個味道嘅部分，係同佢發酵嘅時間、同人炒嘅時間同溫度最重要係睇一個部分，係咪？也全部有關係，全部對頭當面都有連帶關係嘅。按麻煩咯，本來就幾麻煩功夫呢。唔係講泡茶那水重重嘅藥也程序幾多啊？安尼阿爸，我繼續三下來繼續強調，我看到唔能咧包裝蛋糕啊，雖然講鳳西咧都係鳳茶，錯冇？有個鳳茶蛋糕還有無香嘅名嘅呢，有個亞鳳茶，又有乜個台18紅玉，唔可以同人哋講一下有幾種嘅無香嘅體內好冇？有個亞神茶吼，就過山嘅啦，吼，有種也就過山嘅有分咗，可能個有個18號嘅啊，吼，因為我哋啲亞神茶做研究嘅咩，經過一個兩場有研究一種茶嘅，18號茶，而係山茶系列，我就嚟做，我經種咗10多年，所以講有10多年有個茶，種起成績蠻幾好，佢適應一個環境，過呢一般見泡出本嘢就茶到年前成日去試驗哦。接受度還是會好，要種18號，也唔會差啦。佢說亞鳳茶基本上係亞生嘅山茶，啊，比如製造過程嚟都嗬，佢都歸類發酵過多炒嘅全熟嘅茶咧，叫做鳳茶。啊，嗰個量嘅比較好咧，亞生嘅夜紅茶其實嘅味道過重嘛，係咪啊？無相同，就係無相同，一定要適嚟張底。適張底，因為也降嘅啊吼，降係降啦，適張底，因為體點體後土質無相同，土質啦，體後個品種是最重要。原來安尼。阿權哥，雖然講唔同爸爸吼兩個人分做無香嘅派系，可以安尼講嘛？如果伊咧黃茶，伊咧係鳳茶，但係唔能不是，我討論到講，我見到我可能接下來要推出乜嘅茶，唔能兩茶會討論冇？會啊，我想看下講，還有乜嘅茶做得做？咱哋講6大茶類，咱都差不多做過嘅，因為咱哋上過咱哋三檔個嘅鳳茶做研究嘅，米西種差唔多，像你講。亞生嘅有冇？米西會無相同，就種吃做款啊，做下伊真是無相同。爸爸嘛講，也感覺亞生嘅米西就無相同，係啊，可能咱講嘅海拔個高，米西就真實就無相同。阿爸，安尼唔聽睇推出一個新茶嘅部分啊，吼，唔睇睇製造嘅過程，因為係新嘅，啊，不過唔自家經驗按豐富，有遇到乜嘅困難冇？如頭講，我第一擺炒冇成功，也講我第一擺發酵冇成功，但唔到我自家上嘅標準冇。有啊，吼，東西冇可能也係有成功嘅啦。一聽有失敗，那會成功。好，個失敗，我哋要去探討，差唔多失敗啲嚟。你吃了1多擺才成功，差唔多2-3擺就成功。其實，雖然講唔可以改到，但係對人嚟講，經驗按豐富嘅老師傅嚟講，推出失敗也2-3擺，應該都算多嘅啦，吼。講啦，也要技術學唔過程啦，也學唔起嚟啦，也冇個藝老師傅啦，也要睇下製茶嘅過程啦，吼。因為相當長啦，吼，所以講要時間。好，而家一突破，因為傳統啊，吼，
蛮保持啦，但是按了一点创新，好，所有东西本来就一点创新啦，那会进步啊，好，快2年接受度啦，好，要创新，一天要创新，安尼阿爸，接触到更加能够开一个茶厂吼，有冇个特别的精神，也係講宗旨，可以推表能自己都開茶廠嘅。一茶廠吼，因為我都聽台咩，嚇，因為我重點嘅觀念就要傳承入去茶嘅，哦下來，因為冇傳承下去啊，一時間很長，睇弄個入去安尼，安尼祖先啊，對不起原祖先。所以講要傳承講起來要講原來，好，因為人哋客家人啊，我有客家嘅精神，所以講要講原來繼續傳下去，所以講藝就麻煩藝來傳下去，好，因為藝可以做多嘅事情就安。哦，阿權哥，嗰時候爸爸頭都講，人茶廠嘅精神都會傳承，係咪？係啊。觀眾朋友講到一片啦，大家對一個美濃嘅山茶係咪有基礎嘅了解呢？不過除了一個山茶之外，底部還有樣板嘅故事。休息一下，繼續嚟同大家講哦。歡迎回到福起來嘅節目。前面一段啊，阿權哥同阿福伯今日啊，小嘅按到我哋美濃山茶嘅歷史同今日即個嘅背景。難得今日帶嚟按到種無共樣口味嘅美濃山茶嚟到我哋節目地步，當然我嚟試一下啊，博勳哥，你頭到唔能做小嘅按到種嘅茶，人家泡喺入邊，我本來啉嘅係哪種嘅茶？黃茶。黃茶，你唔知個專門嘅黃茶。哦，嗰時候請問一下，我哋一般是一個黃茶會泡安道茶先嗎？一定會泡安道嗎？分個人口味呀。哦，因為你要試個蟲，都不用倒安尼。啲嘅，因為頭到吼，我想講本來是吼，個味道夠明顯，嗰個茶先都本來嗰度係咪？好啊。有個黃茶是可以同一般的黃茶有失敗相種，又有失敗無相種咧，嗰種香味係講唔上來的。做法無相同啊，有翕過嘅茶，因為人哋做一個條件係綠茶嘅做法，有翕下就變黃茶咧。撇下去同人哋試下嘅時間，真是個茶型嘅味道同一般嘅果山茶，也係講人哋講嘅一般嘅茶，那種手搖飲嘅嗰種嘅茶，真是有差別。一定無相同嘅。嗰種口味上同嗰種入口的那種感覺都冇相同。除了一個黃茶，個貼係黃茶按到黃玉係咪？你記得？黃玉。之前有試過。除了按呢，跟紅茶部分有亞紅茶嘛。還有一啲你記得有同我講過，個貼咧台18一個紅茶，佢貼係哪？紅玉嘛。因為台18攏佇中部嗰邊，日月潭嗰邊種。咱的美濃鴉片搶咱人種。種差不多19年咧，那爸爸爺就做紅玉出來咧。唔能先睇美濃鴉片種。哇，阿爸，一個台18一個紅玉啊，佢一個茶，這個當時喺種嘅時候有多麼嘅困難冇？因為佢一個唔係算美濃原本嘅茶嘛，係引進來嘅嘛。因為一個農場啊，因為也有經過研究，接種。也係專業，但是重點講嘅冇錯，因為氣候冇相同，所以依家種嘅茶適應幾強，種下去安尼，個人係困難啲話就要幫助。因為睇山丹講，咩係冇啥助作之樣嘅，困難係就要幫助。最困難嘅部分係有嘅，個困難就要幫助。唔是葉皮料嘅度嘛？冇葉皮料，也冇葉皮料，冇一綁個手就挑以後，你就會上。我做自然工法自然咧，都天生天養嘅啦。咩伊啊嗬，我有冇啥藥嘅伊，本從細你能捱嘅，靠天吃飯，對吧？哇！安尼我相信啊，睇下個美濃入邊產嘅一個紅肉哦，第二個茶嘅味道同其他地方產嘅嗬，一天冇共樣嘅。可能性土質嗬，一天氣候土質有關嘅嗰個做法啦。一啲茶，同樣茶嚟多年做好，一天口味冇相同，因為
会吃盐的事情啦。虽然讲喺同一块奶生产出来，但係工序冇共用，其實味道都冇共用。手工，吼，像我跟跳盆慢人做，5個人來做，5個人其實一天冇相，我後面慢雜茶就比10分10個比做，一天冇相同啦，各有各嘅口味，所以講口味哦，安尼太講冇相同，也是唔會差東西啦，個人就選擇的機會。哦，阿權哥。頭頭阿伯安尼手機啊，都講唔能喺種茶部分有一啲青苔沖掉嘅有糖到嘅，唔能磨砂除草劑，又磨椰皮料，嗰種唔能喺茶算係講天生天用，可以算有機嘛？還係講唔能有特別味道，有嘅個特別嘅耕種嘅方式，唔能去生產乜嘅認證啊嗰度。我哋用綠保認證。綠保認證哦。綠保認證做唔得用除草劑，做唔得沙藥嘅。咱哋就即搭骨川嘅。係啊。嗰種佢唔算有機，但係呢，佢有個認證係講，有個地方生產出來嘅農產品，佢冇藥嘅，冇用其他嘅化學嘅東西，係天然嘅。就無毒啊！人哋也提倡無毒，食農教育就講無毒啊呢。嗰種申請有個綠保標章，其實唔係幾困難吧？我嘛幾困難嘅。係喲。伊來查驗啊呢，差唔多要1年咯。嘛相同啊都。佢從有機安尼做啊，伊三年一次啊，3年一次安尼又檢驗啊，明年又來抽查呢。哦，其實講起來佢也冇簡單啊，反正佢有種類似有機模圖嘅哦，佢個標準它會放得很嚴格嚴格。哦，按你嘅話，能除了生產一個標章啊，阿婆兄哥，你後續面還有其他新嘅想法講，生產冇共用嘅標章，你還認證冇？認證。可能嘛會轉有機啦，因為意思講做無毒做的轉有機嘅啊。其實種有機就相同啊。反正共用人哋嘅技術已經大開，只差別是說按照乜嘅法規啦，又係講廠區去生產講符合的標章，最主要係證明講能生產嘅東西係健康和無毒食得安心嘅嘛。回頭再嚟講，阿爸。前面按人食茶，食到有個茶好食，按人平時咧飲茶吼，就按人半歲種下去，時間多嘅都來食茶嘛。睇人個專業嘅吼，做茶種茶嘅人，地位看嚟看，人哋食茶有乜嘅特別嘅方式，可以本佢個好飲咧，又係講個有個味道出來，睇人哋看法地位。當時做起泡茶哈，農業社會啊，自己個冇哈就。太複雜泡嘅哈，如果裡面有好嘅，我幫助嘅多按味管啦，好，過以後呢，你時代一年進步，又來買茶壺嘅，茶壺分幾多種好壞啦，茶壺多種，什麼柴燒啦，不管啦，又來泡比較精緻，看起來也較高鬧，泡茶啲控制水溫啦，一條按嚟下去，就。自家消磨時間也好，朋友親戚來泡去，可能就冇相同。所以講要泡茶嘅方法都安尼。哦，唔過阿伯唔頭先講咧，後生咪個專業、個品質吼、個優秀一些咧，嗰種泡茶嘅方式，佢係咪很多茶道啊？錯。唔知家有睇紅啊？我茶道我學過，就因為我國家本身做一茶嘅系列嘅然後，我嘛了解也都得。現在做茶要學泡茶，泡茶也是一個學問過程啊。種茶學種，唔學泡茶第二，嘛做唔得啦。所以講我學啊。唔幾時就現在學嘅一嚿啊？哦，學嘅嗰嚿啊，因為學唔係你啦，我一定揾先生啊，因為個人教嘅冇相同啊。哦，所以唔係感覺到也要脫離嘅眼睛就學起來。哦，係安尼。做安尼。學法。阿權哥，阿爸頭先安尼講啊，叫去特別學一個茶道嘅部分，叫教唔冇，就用的茶道也是向他學嘛。冇，頭先跟同一個老師啦，佢本來要聽另外一個先生嚟。哦，咁嘛嘅，喺有乜嘅原因本唔講，想講，我除了一個先生之外，我學另外一個先生嘅。因為伊年教嘅冇相同啊，風格冇相同啊。但係一個老師比較正規教法安尼。安尼兩位攏有學一個茶道，安尼阿權講嘅請教嘅吼，唔然即個學嘅茶道吼，簡單來分有哪條嘅特色，也係講冇共用嘅地方。像南鴉片就正規型嘅呀，
那就走理清茶道安尼，理清茶道那就会奉茶本爸爸妈妈，老师安尼，那爸爸学个自在型的茶道安尼，就无冲突。自在型的茶道同头头这个讲的，更加学个理清茶道的部分，除了讲形式上无相用之外，在形式上，比如讲印象地辈人看到的可能喺日本的嗰種嘅見到行喺櫃天講端坐食茶嘅人有特別的方式，泡茶嘅人有特別的方式，拿到茶之後行喺轉三天，安尼，你哋咧茶道有安尼嘛？嘛係有規矩啊，嘛喺茶道泡茶呢。好啊，安尼阿強講可以簡單同人哋小解一下講，你哋咧茶道講嚴格一種嘅對頭下都識到一杯茶，真實是一杯茶，有哪條嘅行長嘅行過好冇？嘛幾多呢？咱們銀行先抽到，可能會泡茶，然後先煮茶，就會整茶呢，對人是難的。然後還想講，對你講像食茶，因為這樣做的食茶，唔係講泡茶伊就是的。然後就還會有咱的服裝啊，就咱的講茶人啊，茶人咱就會有準備好幾好的茶來搶銀行是安的。安尼泡好的茶，人哋一般來講，有的人會先沖來安尼嘛先批，有的洗好洗以後，人哋茶道底邊有安尼規定嘛，講我先批呢，也係講我啉不可以超過幾口，還係講我用辦事有安尼規定冇？冇乜嘅規定，但是嘛相同我先批，就食茶呢，咱能教人講我食3口，做乜嘅我3口喏？因為品質有3口啊，就分3擺食，MBC 一定冇相同。安尼假使講安尼建設硬都低嘅，有18有個概率嘅觀念出來，你食以後可能它的前面的味道冇相同，聽以後之後又有可能受到溫度的變化，又有茶的味道就會另外一個變化了。你學一個茶道啊，這個同爸爸比較好咧，你們有沒有意見冇相同的事情？都在品茶的部分。唔會啊。差唔多啦，食茶啊，也是差唔多。冇特別講，因為咱哋會不會睇啲欣賞嘛相同嘅。咱爸爸嘛，來咱哋也理清茶道也片嘅。你談講啊，有個茶道唔單止係泡茶本人時候，甚至於講邊度有個茶道還會有去比賽。嗰時候阿元講又有去比賽哦，係比乜嘅啊？就比泡茶5式泡法，然後5種嘅泡法呢，泡茶冇相同嘅器具冇相同嘅。簡單來講，可以簡單講一下，這5種冇用係哪種嘅泡法？5種就平常嘅小壺泡有冇？那茶壺啊呢，還有一種泡法，還有雙杯泡，雙杯就聞香杯一種，就有啲蓋杯，有冇過一種比嘅，像員外食茶一種嘅，就蓋杯，還有啲提涼啊，就有啲把手骨骨啊呢，可以拿來提涼，還有啲茶碗。嗰時候有5種就會用冇用茶壺嘅，用特別大嘅茶壺、特別細嘅茶壺，又用2種比嘅安尼嘅。哇！談起來幾神奇呢？係唔係每一種人都要會啊？這種泡會啊，咱哋比賽基本就是5種咯，會啊，要儲強嘛。我比賽儲強嘛，儲到馬嘅就用馬嘅泡啊。泡出來萬年國好食，係比安尼嘅嘛。係啊，有評審啊，我搶5個評審啊。觀眾朋友，冇想到啊！人哋種茶有幾道嘅學問，做茶有幾道學問，連食茶又有分咁多種呢。唔過啊，除了咁呢，見人比賽啊，甚至於講搞好有哪條冇共用嘅部分呢？休息一下，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哦。前面有講到阿權哥同阿福伯今年兩啥都有去學一個茶道，又甚至係去參加一個比賽。比賽比嘅東西啊，幾多種5種泡茶嘅方式呢？唔過比賽情形乜乜嘅呢？繼續嚟請教今年2位吧。阿爸，前面有講到，阿權哥有講緊比賽嘅時間比一個茶道有5種泡茶嘅方式嘛。能泡嘅茶，比賽好食係用佢哋主辦單位嘅茶，還係人自家帶嘅茶？因主辦單位有2種茶，伊咧熟，伊咧搶，2種茶。攏可以選嗎？那不可能我泡那種茶，伊量唔是家去拿呢，
伊无限制讲泡一坨茶先，就完。阿爸，你还记得你第一摆参加比赛的情形无？我唔要竞争啊，真紧张。紧张啊，可能拿场部都用的，一般较袂紧张。但是我自家我稳定下来，你裁判你演出安太定可能又很观众很多，所以就冇去看演，我专心泡一个茶，咱可以泡到一个好茶，所以泡茶要泡3轮啦，所以讲3轮的茶泡到的米是冇落差太多，落差太多啊，人家茶就比赛就做唔得。嗰時候今年嘅評判先生佢厲害，能泡3輪，第1輪、第2輪、第3輪嘅茶嘅味道，攏會記得，都咁比較嘅方來行喺講今年牛頓嘅第一輪泡嘅今年是先變順後，第2輪變嘅順後，最尾後3個攏會再重新比較一擺。冇可能，冇可能。伊裡面伊咪一次5比上去啊。5個先數啊，上去嘅吼，伊1比裡面就啉白糖茶，再啉下一組，安尼就安尼啉，就冇可能留起來冇啦。安尼嗰時候阿爸講講來，自家第一擺比賽雖然唔會緊張，但係有自家嘅方式去調整自家嘅心情，知冇？嗰時候第一擺比賽有得獎冇？有啊。有啊！哇，厲害！第一擺比賽都得獎，真厲害嘅呢。冇啦。咪運氣好啦，冇按嚟講，其實自家努力也有關係啦吼。阿健哥，阿爸佢講佢第一擺比賽啊，都有得獎吼，佢對阿個有印象。自家第一擺比賽還有印象冇？有啊，我緊張啊，強勇輸會準嘛？我準哦，驚滾哦。按你法其實緊張啊，導致說可能嘅差距嘅度會驚滾，甚至於講倒茶嘅時候模組會倒出來，也會算那啲比賽啲成績計算地位嘛。會啊，我扣分啊。我扣分。就冇定力冇好啊。我緊張啊。你除了講泡在茶後是冇迄個評分的標準之外，像這個儀態也會列入嘛。還有哪啲位叫會算那啲評分的標準地位啊？人哋講茶席設計啊。用埋布擺啊？係啊，我弄嚟擺腦膜。評審會看啊。佢唔係固定講唔要用嘅擺，佢係看唔用嘅去發揮講唔要嘅茶壺、茶筆，甚至於其他器具也都唔用嘅擺俾好看，也會算那啲地位。都算地位啊。哇！嗰時候參加一年唔單止泡茶要泡得好食咧，你還要有一點基礎的美學素養，知冇？你博勳哥，你這個比賽比得好杯啊？聽講吼，你這個挺有心得的，行去開個課程，教人嘅茶道，係咪有開相關的課程？有啊，喺國小嘛有教，還有沙期啊，也還嘛有自己的學生來教。我怎麼我有一個想法講啊，去做一個先生去教人家學業的茶道。人哋先生意思講學業嘅就嘛要傳承下去啊，冇會斷層啊。冇有啲茶道，也嗰時候後生人冇學業嘅東西啊。因為有個茶席嘅部分，其實人哋接觸嘅角色嘛。嗰時候我做先生之前，佢係咪像其他我去考一個認證有一個證照，才可以來教？係咪安尼？人哋像對人哋好就會發一個茶師證啊，人哋就有一種茶師證。就意思講5種攏會泡，你就做得比賽。所以人哋會有一個茶師證。有一個茶師證差唔多會學1級，真可以考得到，也係種拿得到一種。最夾可能嘛要半年吧。半年算夾嘅啦，做冇？愛買又愛泡得好。係啊。以為半年學冇乜東西啊。我先克服嗰種面對人家，我緊張啦，甚至講我把握某個茶嘅溫度、某個工具可用嚟去使用。係啊。這些就要花很多的時間嘅呢。你反正自家有教學生嘅嘛吼，你又去比賽，有帶動學生嘅去比賽嘅經驗冇？有啊，像咱辦嘅比賽就下落啊，都嘛有得名啊。哇！你唔能喺比賽啊，喺全台灣，因內都去走去比賽嘛？也喺南部較多。南部較多。以前喺台北、台中、屏東，攏有。因為喺學生嘅本身喺南部，嗰座爭喺南部嗰度。嗱學生喺全台灣嘅咧。哇！台北嘛有，台中嘛有。係啊。也仲會去出國去比賽冇？出國我看有人攀冇啦。係啊，也忙前去比啦。
因为视察我底下讲，像日本、韩国甚至大陆嗰边一定有的嘛，有啲视察亚洲地区吼，當鬼島啊，嗰時應該有一個機會接觸到公園比賽當中嘅吼。因為比賽規則冇相同啊。哦。同日本又冇相同。哦，講大陸一片咧有18冇相同啊。我向下比，人哋講公平性冇安好啊。方式都冇共用。有嘅可能要重新再學一擺。係啊。除了上課之外啊，更加嘅茶會，其實有辦像體驗活動一種嘅活動哦，幾多呢？像我自家去阿里山嘅時節啦，如果今年四點嘅片，今年鄉公所在辦活動嘅時節，我眼眼都看到今年搭嘅清江嘅棚嘅帶下都幾多年，我去睇一趟嘅今年喺做乜？冇想到今年喺做茶席茶道嘅部分，更加越來越多年吼，會參加一種嘅活動啦吼。不勳哥，你自家有在辦呀嗰種活動嗎？有啊，每年都嘛有辦。第六隊一片嘛有辦。每年嘛有辦過。你參加一種活動嘅人啊，你自家觀察下來吼，係哪一人都有興趣來參加一個活動？家庭啊，有帶細人嘅，人就講亞媽泡茶嚟泡哦。佢神奇。佢神奇，你就講吃困啊，還有規矩哦。人哋小朋友有個皮啊，就變嚟學下嘅。練伊哋嘅定力啊，一個部分啊，能有幾多年來參加一個茶席嘅活動嘛？有嗰種參加過之後變咗唔自家嘅學生嘅嘛？嘛有啊，然後興趣講做一個項目，要開科目嚟講要，然後就嚟學啊。一種活動嘅方式啊，寶勳哥同阿伯伯能兩曬參加過最多嘅一種茶道，最多係幾多年來參加這種？最多嘅哦，可能啲茶博吧。人哋講千人茶席啊，幾多年？1000多年啊，鄉下嚟泡茶。哇！阿爸，你有去參加過？頭到阿權哥安尼講嘅冇1000嘅人年啊？有去參加過，一發通，辦一個發通，嘛唔係咁簡單嘅。所以講，我哋一做咗南邊也幾辛苦，幾用心。1000人茶會唔係咁簡單嘅事情，所以講一天可以有一機會一天參加。係感覺一種傳承下去，對人哋一個茶一個事業啊，那可以流傳下去啦。安尼一本太緊要啲，一來自台灣傳承咧，係一唔是少時都會講咧，哪一個畢業頭做10多年啊，唔是都會講到，有可能做生意啦嚇，可以有機會啊去參加一下，唔知會往自動的回味哦。哦，真的嗎？阿爸我帶我去，我魔術師人帶我去體驗一下。1000人比迄個茶，安尼是喺都是全部包嘅。我哋一年1000多人啦，1000多人，差唔多有個200擔泡茶啦。哦，又算幾多嘅呢？200擔都有啊。安尼阿爸唔睇參加一種活動啊，也談到講也來睇做先生有睇教一個茶道嘅部分嘛。你自家有想過講可以從來嘅種去教人家泡茶啦，也講做茶呢？係時間上無限多。哦，咁無限。無限，因為要教育嘅。教本嘅教，唔都專心睇做茶、種茶呢？種茶入。阿源哥，像阿爸頭都講嘅啊，其實佢對你做嘅事情係認同嘅嘛。唔過呢，佢也幾無限，嗰時候佢都教本講，從前嘅部分唔去，佢都係專心喺種茶喺度。嗰時候你平時嘅工作就安尼嘛，你專門有分乜嘅分工冇？有啊，就你爸爸有閒就摘茶，嚟就過來做茶。係啊，就互相搭配啊，有啲時間啊要上課啊，無閒啊，爸爸就先摘茶。我記到先摘茶。嗱下課嘅人去用茶呢。嗰種唔能喺茶園地步嘅時間，係每日都會過去嘛？某一天啊，我有茶，係啊冇茶就劈錯啊。茶樹嘅季節，樹上嘅季節，睇可以去睇哪隻嘅時間？每年都啊，幾年都有啊。幾年都有。有就摘。有就摘安尼。哦，安尼野茶味啊，嗰種天時變化哦，改革嘛，對人哋茶園來講有乜嘅影響冇？特別係講唔能有磨砂除草劑，有磨砂藥嘅磨做皮料嘅。有啊，就降冇落雨啊，就冇水啊，茶樹就會糟蹋啦。哦，安尼真是一個時間，除了這個想辦法幫佢飲水之外，真係靠天嘅呢吼。係啊，佢冇落雨都冇落雨。就靠天吃飯啊。
安尼阿爸几多钟来讲啦吼，传承到近江人的茶厂已经8多年了。对未来来讲，这个对一个老品牌有冇个想法冇？有冇个新的这个爱规划冇？规划啊，老品牌啊，今要要就，今做计划以后，好过慢一些吼，来森林的树上都差不多。好有一类用，所以讲你泡茶一定要烘泡。嘿。好吹冷气，挨一条自然风。哦。好来泡。味气无相同，味道啊，看起来好无相同啦。我想法。你的意思是讲，你在茶园地方，你会特别整理出一个空间、一个位所，本大家去个泡茶。哦，哇，博勋哥，阿爸讲的是真的吗？系啊，咱人有计划的啦，我就搭一个茶室啊，泡茶的地方啦。呵呵，安尼说我一份，我先预约。当然啦。谈到安尼，唔单讲我想去体验个茶席的活动，甚至于讲吼来露天来泡茶，有无共样的感觉的呢？吼。系啊。啊，我说大家有兴趣去参观，要预约嘛？种个体验也做得好，打电话先问一下，懂冇？对啊，要预约啊，也忙做啊。系啊。啊，唔过可以先问看是，能够有冇个活动可以参加？也哈，因为还在重建啊，那个茶树旱灾时过都才有。哦。也就暂时冇开放安尼啊。他喺你把有冇个活动嘅时间，可能会公告，哎呀，欢迎大家先打电话来问安尼嘛。哦。哇，观众朋友，冇想到俺哋闽南一个老茶厂啊，唔单将传承俺哋原本的传统的味道，今日更加吼，想到用创新的方式，研发某种的茶，甚至于讲攀嚟轨道的法通吼来推广一个茶闽南山茶的文化呢。也希望大家有幸来到闽南的时节，可以去今日嘅聊聊一下，认识一下马个按到闽南山茶，也体验一下马个按到茶席茶道的文化哦。再一次感谢两位来到俺哋节目底部分享安精彩的故事，多谢你哋哦。好，感谢主持人，好，感谢大家，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欢迎来闽南食茶。好哟，来去闽南老料食茶之前呢，继续来听听俺哋先生来运动一下吧。希望俺哋福建来节目嘅朋友，记得点赞、听客家电视台嘅频道，顺势记得分享出去哟。